觀眾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10月6日星期一，歡迎收睇曼城新聞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假公司協助企業避債，前英格蘭隊長患漸凍人症，哥迪奧拿達成英超250場勝仗。曼徹斯特一間公司被揭發係假公司，被控協助其他企業逃避債務同埋破產程序。涉事公司 Davis Acquisitions Limited 近日被曼徹斯特高等法院下令強制清盤。調查發現，該公司充當另一間已經被清盤公司 Save Consultants Limited 嘅空殼，聲稱可以幫助企業擺脫債務，以快速轉讓公司名義，逃避正式破產審查。官方指出，呢一種做法嚴重損害債權人權益，亦都破壞合法嘅破產制度。破產署調查員表示 ，Davis Acquisitions 無視規管，拒絕合作，並涉嫌使用多個虛假地址。最終法院決定將公司勒令關閉，由官方接管資產。當局強調，所有破產或者清盤工作都必須由持牌專業人員負責，提醒公眾要提防類似非法公司。前英格蘭欖球隊長 Louis Moody 穆迪證實患上漸凍人症，呢種疾病會令肌肉逐漸失去控制，暫時無法治癒。現年47歲嘅穆迪係2003年世界盃冠軍隊成員之一，亦都曾經多次帶領李斯特隊贏得英超同歐洲賽冠軍。穆迪話：暫時未能面對未來，只係想陪伴家人，專注當下。過去曾經有多位名人，包括物理學家史提芬霍金，都曾經同呢個病對抗。一名年僅20歲嘅男子喺準備由曼徹斯特飛去杜拜之前，涉嫌吞下多包可卡因，試圖走私出境。不過其中一包懷疑喺佢肚入面爆裂，最終導致藥物中毒身亡。死者 Johnson Westhead 被發現喺杜拜酒店房內失去知覺，送院之後證實不治。警方其後展開調查，拘捕4名涉案人士，包括一名嚟自大曼徹斯特嘅男子，並以串謀出口甲類毒品等罪名起訴。案件將喺10月31號提堂。警方再次提醒市民，切勿為咗金錢鋌而走險，參與跨境運毒，後果可以係致命。一幅罕有 L.S. Lowry 畫作《Going to the Match》，描繪橄欖球聯賽球迷場面，將會喺10月22日喺倫敦佳士得拍賣，估價高達300萬英鎊。Lowry 喺1928年創作此作，展示球迷前往比賽嘅熱鬧景象，可能係描繪 Salford 紅魔或 Swinton 獅子隊球迷。拍賣亦都將展出 Lowry 其他作品，包括1957年嘅 Industrial Landscape 同埋1947年嘅 Bolton on the Water， 估價介乎25萬至60萬英鎊。專家指出 ，Lowry 透過運動畫作捕捉曼徹斯特市民休閒生活嘅獨特一面。曼城前鋒夏蘭特繼續神勇，喺對賓福特嘅比賽中射入全場唯一入球，幫助球隊小勝1-0，亦都令領隊哥迪奧拿達成英超250場勝仗里程碑。呢個紀錄係英超史上最快，只用咗349場就達成。夏蘭特今季已經為球會同國家隊攻入18球。不過曼城中場洛迪比賽初段受傷，退下火線，情況令人關注。今日嘅曼城新聞報導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覺得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埋，仲可以 share 同留言傾下。如果真係想再實際支持我，可以用 Super Thanks 或者經 PayMe 同 PayPal QR Code 支持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